is the time now. The time for you and me to come back to school. 师傅，你已经3天都只喝清晨的露水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身体没问题的吗？我又去超市买了新的食物，买了10几样呢。你再试试有没有合你胃口的。喵！你是把早上带出门的垃圾又拎回来了吗？隔着包装罐都闻着像吐的东西。看起来好像还是不满意啊。师傅，你试试这个口味的罐头。便利店的店员和我说，这个是最新进口的。还有这个肉干，这个小零食。喵喵喵喵喵！一样都没兴趣吗？肉干、小零食，这是在打发没断奶的猫崽子吗？地图，看来我是太宠你了，你已经忘了为师的猛虎之姿了。我要食人啊！只能明天早起继续收集露水了。对了，杯子还放在书包里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包里为什么会有鲱鱼罐头？好臭！可恶！等等，这是什么？又是你们，雷师不良团！好臭！得赶紧扔掉，不然会吓到师傅。喵！等等，师傅，这个是……就是这个，你这个呆子终于开窍了！喵喵喵！搞快点，快给为师打开！原来你好这口的吗，师傅？喵！师傅，你快看，